泡点秘密，这个出来出图我们标准出来嘿。OK， 这样有啊嘛吼，啊，这个 copy 出来，你这四个吧，这四个 photo copy 出来，啊，你所有的都弄出来。嘿，对个，来泡点秘密。泡点秘密够。伟力那是安高档还是执行档？啊？伟力那是压缩档还是执行档？执行档啊。EXE 吗？哎 ，EXE 啊。EXE 就记忆型就是 EXE。恁校可能小学去控制人 EXE 的，可能恁的。有可能。哦，对。但是因那我都真，其他人差不多。这敢若手动的。是啊。敢若手动的。哦，伊本来是偷偷记的，现在你考。这个 EXE 敢若有炸掉，要收起来。啊，对。但是我应该啊，对，说这么我有讲这么的是 EXE 啊，我来翻墙啊，翻墙。1591 我这里没有多少。RUK 打出来。来，好啊，这我输入啊，到时今天等于甲你讲哦，啊，反正阮有语音说明啊，有文字说明啊，我这要讲圣经啦哦，这对你来讲较重要，你来你读些圣经的物件哦，一模一样，安怎？哦，没事啊 ，OK， 今天呢？啊，是炸苗啊，翻墙的下载。真的，我翻墙，刚翻墙就抓下来了。对啊。哪里抓下来了？我抓下来了。要翻墙。我花。把那个什么防火墙关掉。对，不是翻墙，翻学校的墙。好来，我就介绍这工具哦，有咱有字典哦，你把这个接起来，这个英文话唔知影是啥人会当查，因为这是当时1930年，啊，过来有这个华语对照台语，哦，你华语安怎？华语叫台风啊，台语叫风台，这个对照拢有哦，啊，简字典你知哦，啊。江美玲老师编的台语字典哦，遮拢有，啊，这鲁笔写恁才无用着哦。这个台语 Unicode， 这个转换，这个就是你拍数字的条号，而且会当甲你转做迄个条。哦，是讲上，要用英语吧？上。规篇读医圣经，规本篇拢会读哦，但你时间爱较久，爱无要紧，啊你就是去甲做下上条哦，你个条就出来嘛，哦，啊创建你个 Word 内底，啊你就是写进去就拢使用。啊，我小可介绍咧，无时间啊，你等一下我甲你讲。啊，有转罗转汉字，汉罗转罗的文章答的，试落伊会改汉罗哩，啊汉罗转罗，哦啊华语转台语，哦你要交作业哦，这是华语。但是正好是甲你拍，拄啊开始你唔知影，啊即摆即个内底台语是我的书，所以即个台语不一定适合你家己改修改吼。啊线顶袂当增加，啊所以下骹有一个叫离线作业版，这个有一个有无？台语转换复制离线作业版。这当落落来，才会上手路。哦，遮较紧内底，啊，但是内底所有的转换工具统统有啦。哦，啊，互你方便作济。啊，这下到这拢较有诶。啊，你若要装台语 Unicode 来遮，你看这哦，试落，伊就会当储存。哦，啊，你家己你的电脑哦，这个台 TW Unicode 哦，这个甲装咧你。这边暖墙的，这个简单这边暖墙。啊，下骹有电器工具，电器新网来到手，所以呢，出来呢，可能你看下骹啊，看上看下看菜，所以如果来，我以前咧要装咧足歹装咧，啊要跟金师傅嘛足歹，所以我才开遐个钱去创一个新的思路啊。啊，遮有一寡影音呢，大家厝里当看哦，这个。我问台语，啊甲我看的，哦，将来教的台语，讲起来有时间台语，啊，这社会关怀的，甲教会有关
我会当一个医病，哦，你若有时间的时阵会当去看，这真济我拢出去看，因为我叫做网络福音事工啦，恁遮做书的以后去讲，叫传统的传统囡仔，啊，就一只尔啦。啊，我来恁落落来了后，把你上班给你，啊，就延伸出去。哦，甲你要做老师无啥物，无啥物错啊。啊，较歹的话，老师讲拜托，你来咱上班给，我下届要讲讲，啊，会讲给，啊，唔知讲你点讲的啊。这佳音没有，所以讲，你若去看我佳音的时阵，看我伫倒位，看伊知影我伫倒位。啊，下骹有一寡佳音教学家，话恁老厝边，然后543，啊有报第二哦，马街在台湾，马街个手，后来我做的啊，马街在台湾，发连23500。啊，我伊这部落迄唔讲，我们的生意方面外，非常高。啊，下骹有老遐面，哦，像我这个汉罗比如圣经，就是我主要从迄个，这新贵哦拢有，哦，恁伊每一章，每一集一个口配，哦，啊有比如是，啊有汉罗，啊有声，啊有声，遮个拢有哦，你得当去登录落来看，然后来用啦，哦，啊，甲你若是教会时要教因遐比如是时，哦，我拢有准备遮，哦。啊，这个私人法的，这就是拄则你点的迄个，我拄则你去点内底有一个影音介绍迄个，啊，这长老教的就是教材，你毋老是教的，就是教材，这内底我有做过影音的哦，你拢会当去。啊，这一本书内啊，这有5种语言的，无台语的哦，这样出去当去看。啊，圣经的部分，叫一个。上重要就是讲，恁伫学生人面，也是讲做出少是台语刷电圣经，这甲华语也差不多啦。啊，我是较讲着台语安尼。我这白话字的圣经是1880年开始就有啊，1880年哦，下拢是我咧做着一本的。啊，我拢会翻读，我拢会当翻读哪字，我拢会改做汉的，因为咱遮咧读翻读的人较少点吼，啊，所以我拢用迄个翻读汉字来去教，只要做过汉字。啊，各种版本就华本、拼见字、英文版的，后来是这拢会当对照咧读，哦。我创着咱话，咱咧想了遮，把迄个翻读甲汉语哦，咱遮出版的是拢袂字尔嘛。啊，我有甲汉语，咱就较好写读。啊，有人会圣经，哦，啊，佫嘛汉语，你就知影讲，迄当时每时代的语言无共。啊，这线头的圣经客语的，你老师会使，迄叫大陆客。哦，啊，阮遮本来几啊迄个主的学生哦，客语的爱也是慢慢转做台湾的客语安尼。啊，1927年哦，这个标语圣经，这就是巴基勒即摆用的标语圣经的前一版。巴基勒其实甲修订俩，伊咧常甲修订，其实人早1914年就有。恁若出袂当去看，伊是极起头上帝创造之间的是关系，甲巴基勒是个解关系，啊，这语言一直去进步啦。OK， 啊，有华本现在有共款咯。啊，即摆就是讲，咱你想要爱的哦，就甲点咧。啊，无的，伊迄无的，我从这画工一本的啊，你来点一本使做。所以，含无的圣经，听见言语。啊，咱要比较迄台先咱选表格，哦，表格咱要选咱后尾做一篇，哦，落到后尾。啊，你后壁哦，这我拢会直接拢教过啦。哦，你选台落就是教会出来哦，教会这。啊，伊大个版你莫去选，就大个版以前无用你考，会乱。你看下咱这个，我是想要真正是这哦，因这以前你知影是咧这strong number哦，咧就家己。这你研究圣经的时候，你知啊？啊，你若感觉讲歹看的真理，迄个使去啊，这个strong number这个甲创有哦，这个就无。
所以这各种版本你就老讲品牌为读为管。现代中文的本，因为伊的 copyright 的问题，天华咱用，意外甲人平时合作，但是恁会使去遮看到现代中文的本，你甲试落，即张伊就会走出来。你安尼去对，袂当安尼品牌的。所以圣经讲的做 copyright， 是拢伊的办法。阮信外做 copyleft， 拢免办法。迄个拄则迄个 PowerPoint 呢，我咧面面我有迄个烧一个 DVD 互恁就会当去 copy 去用，就是免download。因为阮有考虑着足侪教会、足侪人，因我就是忙所以我有决定咧，2年我会出一届出来送互有需要的各教会拢会使，教会唔知会。所以这各种版本你就当比较，比较咧看的。即下是现代台语的本，恁知影？现代台语的本是准备的是，第三第三个嘛，你也读，你读，你有去读？因为 copyright 的问题，我袂使公开。你嘛有买来，我一个密码互你，你就当去，你要 copy 迄个来这来个。我这是上下工。copyright 就来当我头，咱以后用这个我莫公开就无办法啦。所以 email 甲同事，你也甲讲你有上对我这个我再去我袂讲实在。老师，你 email 爱抄完啊？你电脑有啊，拜堂恁批拢语言新的汉语困难，关键过来信息，信息你后壁甲人拍紧有啦迄个新的信息。我已经袂当公开所以就去缩起来，甲我咱有一个密码，信息，你着家己信用来，写线信你这家己信息你着要打一堆信，你要来要专侪要按落拢袂当，你着免去电拍我微信，来讲出来，若新信息的先来密码 ，OK。这我即摆伊的密码我拢打了，做入去新证你就当算你要来。这内底包括圣经我拄才讲圣经共款，圣经伫即个所在有一个你甲我讲的是我有你新的位置 URL， 这毋是随便人会当买下。所以圣经讲话伊嘛毋知我伫遮莫甲讲你这 BK Bible， 这个当然你看这要抄，是你甲我讲的时阵，你才出来所以阮即马有伫做的还袂公开。啥会叫巴基内波斯版专利？巴基内波斯版他们知道，因为巴基内本台语圣经是下两话，有10%甲台湾的台语无共，所以。迄他们讲的足大，但是呢，有一个好医生，即马教会来甲教会华语的10%。少年囡仔来甲我听无市水送养有话，啥物来好听？我伫遐嘛改做现代台语，台语，即摆台语已经是现代台语对，因为迄个新的迄个到即摆现代台语讲一个足大落差，因为台北人爱讲台语。以前巴基内迄个着伊的金口，卖啥来对，恁读个遮人讲嘛做咱是做中人无人通做做干一个。教育部嘛去统计1932年的台语是北部的台语巴基内但是即摆教育部新的统计，北京讲台湾，中国教育的台语普遍。有一寡退休的牧师，我袂晓创遮个做家即嘛，要将迄个改做普世版巴基内台语圣经面顶有40本，恁有趣味就当去看。这个是内底阮咧作业的所在，由现代台语的本专录，就是出第一本。我有甲改做汉录，你就到这读。
这嘛拢古细板可以食足济啦吼，这无公开。我咧讲，你食网站面顶有即个四十本哦，你看这汉字面顶罗马字顶，下骹有一款专栏，恁老师会当去看。我这有一个8K 的古细板圣经，汉罗加鲁语，鲁语就叫做汉字面顶有罗马字的，敢若咧挂手机，啊一本面顶有罗马字，叫鲁语，不是罗马字，卡来啊汉字面顶有啵啵啵啵，迄种叫鲁语啦吼。所以这有一个400本哦，这样来看看。哇，是啊。OK， 上大是迄个面顶的伊会走。安尼来这个，安看，我再讲摆好。先挂较大的。老师看迄个，安尼，过来。啊，不过后来是迄个罗马字，哦，安尼差不多啦。OK。亚经济的秘鲁，哎。当迄讲，耶稣出门，经济无边，有金大的人处境，这处境嘛是教会语言哦。你去外面的人，他们讲下个处境应该无啦。做伙啦，今年要做伙不要处境啦。我要紧啦，我来以啊，以算有去顺便的坐，哦，他个叫做顺的无？这就是霸王一般台语，是用人口腔，叫做普遍腔。哦，啊，阮这体制外，啊，你体制来圣经讲的做会出来，要互你读书啊，那了一般。阮是要互教会关头，阮是要老师录出来，是一本要200块，我要互大家来欣赏。啊，即个创造1000年台语，一般人利用的。啊，恁老厝伫咧学校做这，恁来哦，我若是学生也有功夫啦。我有翻工不会哦，这个有差哦，工不会哦，恁做会当紧辛苦哦。以前遐学生拢是安尼，做甲因一科研究所考啥拢帮咱就对啦。因遮外面个人拢袂晓啊，啊，这期的教会公布，哦，伊会另外一篇人读话圣经，就是去讲这，哦，这叫做。所以恁后摆我伫想，恁要讲道要引用圣经，用这，我想袂安这，这旋律读起来比较顺的。哦，这个啊下摆400本是加全罗马字的。OK， 那我做一个我就啊，我理解了。哦，我是大家，你下课啊老有时间有准备啊，我再留来，你讲大把钱是在那个。啊，顶我教你，非翻译的不翻译技巧。好，所以你当你 copy 的对了，对啊。啊？今天来电下来，这种没人上网。哦。李建华。啊，我用了叫啥物人吗？唔免啦，互你老的。啊，你就是你做中心，你就是甲复背来拢互伊。啊，恁的院长也无嘛？你讲来，我学校这你无？今仔你也讲恁准了，伊拢来。你当时是啊，会讲人家。迄无出处话啦，无所谓，干啦一块遐个。我这资料啊，主要是叫我研究生，这几班我专业是拢研究圣经的，研究啦，各种版本还有啊，所以啊，甲恁老读书就小时就会写圣经这。
个